来，13弟，咱们先进去吧，走。啊，走。哎，久等久等啊！好久了。哎，师哥，之前一直听你说的马尔泰若曦清丽脱俗，要说美女，咱谁没见过啊？可今儿这么一看，八哥，你这小姨子果真气质不凡，让人眼前一亮啊！13弟，你别一直在这夸奖这个不懂事的小姨子，师弟等你喝酒，等得心都痒了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今天晚上有你麻烦的了。哎，喝酒就怕没人陪。醉酒狂欢，人生一大乐事。今儿2岁，大家一块儿。好，拿酒来。好，13酒来，今儿就等你这句话了。你上次被我灌成什么样子，你可别忘了。今天一定要把你这平顶13给灌醉。别停啊！哎，没问题，来。来，谁怕谁啊？好酒量。是啊，多喝2杯啊。好，来，好酒量，再来，喝，来，倒上，太子爷到，来，太子爷旗下。太子爷，都免礼吧。其实我虽然来晚了，但是我特意为师弟准备了一件礼物。哦，是什么好东西啊？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太子爷，这不是缅甸进贡给皇阿玛的玉如意？还是八弟有眼光啊，一眼就认出来了。缅甸国进贡了4柄如意给皇阿玛，我亲自挑了1柄给师弟作为贺礼。私自挪用贡品，被皇阿玛知道，那可是大罪。14弟，太子爷乃是皇阿玛的心头肉，别人或许有事儿，太子爷是肯定没事儿的。太子爷这份礼确实够厚的，但是万一给皇阿玛知道，会不会不太好？只怕太子送了这礼，师哥也不会收嘛。太子爷送的礼，我怎么就不敢收了？对，师弟说的没错。师弟，太子爷是跟我们开了个玩笑，他带着玉如意来是想让大家开开眼界。你想想，皇阿玛已经送了1柄给皇祖母，又送了1柄给密妃娘娘，你如果也拿了1柄一模一样的玉如意，那岂不是有违笑人呢？对，四弟说的没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样吧，师弟，你的礼物呢？过2天我再给你送过来。哎呀，送什么好啊？太子爷府上不是刚从西北新进了几匹红鬃烈马，方才还说要送给师哥。哎，对，13弟说的没错，就是那几匹马。师弟啊，我会亲自挑一匹最好的马，明儿个叫人给你送过来。那臣弟就先谢过太子爷了。哦，对了，太子爷来了这么久都没让太子爷点戏，真是不应该。来人呐！师弟啊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应该你来点戏才对啊。刚才我已经点过了，现在轮到太子爷您了。哦，刚才点的什么呀？麻姑献寿啊，就是这出，接着唱。师哥啊，你是不是应该请太子喝几杯酒啊？这个，太子迟到了，应该罚3杯才对啊。哎，13弟，对，你先替我陪着，我去更衣，一会儿就来啊。来，请大家多喝几杯先。多喝点啊！我敬你一杯，虎哥。好，放心，好酒量，来再来一杯。